文少卿，你家 WiFi 密码是多少来着？42633。好。不用试了，是好的。东东，让他抢。还是去开门吧，免得他多想。老大，你也在啊？我表姐呢？睡了。这么早？你找她有事吗？要不要我帮你去卧室叫醒她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我刚下班，给她送点营养品，然后非常顺便的去你家取下考试重点。密码你不是知道吗？自己拿去。老大，你很急吗？怎么看上去像是要……像什么？没事吧？有些事不是我等无胆匪类能揣测的。照顾我表姐，告辞了。文生，我要给你科普一下，在法律上并没有“老婆”这个说法，正确的称谓应该是“配偶”。换句话说，老婆不受法律保护。哦，那我学到了。不过我老婆当然有我保护。喂，怎么了？好消息，你家男朋友和病人家属起争执的那个时间段，恰好有辆私家车停在饭店外面，行车记录仪可能拍到现场画面了。真的？有车牌号吗？有，是辆外地车，但不知道车主是谁，可能明天要跑趟车管所了。你把车牌发给我，车管所的任务交给我。好，我手机发你。你行不行？我是手受伤，脚也没问题，放心吧，交给我。